又有偉雄啦，今日同大家去西九龍8樓美食廣場嗰邊行下。中意呢條片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同埋按讚留言，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，多謝各位。食啦，一路都好多人食嘢啊喺度。呢度有間餐廳做意大利餸嗰啲，有間繽御卷。我看陈浩老花。
去打機啊，好唔好啊？大家好，鍾意呢條片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